最近咧，中美貿易戰咧就打到砰砰聲，咁大家實好好奇啦。我哋身邊咧到底有啲乜嘢會跟住加價呢？ Nike 波鞋、Nvidia 嘅顯示卡啊、Tesla 嘅電動車又會唔會貴咗呢？網傳咧 iPhone 要賣2萬蚊，又係咪流料呢？連可樂、KFC 呢啲係咪都會跟風加價呢？今日咧就嚟同大家分析下，記住呢幾個重點。美國牌子咧就唔等於美國製造嘅，關稅影響咧都要睇下佢係乜嘢嘅產地。過去幾十年咧，全球化分工太細，好多美國牌子咧其實就係全球拼貨嚟嘅。例如手機啦、記憶體啦，可能可以喺美國做啦；螢幕咧就喺韓國做，晶片咧就台灣代工。真正有機會加價咧就係呢3類，大家記得啦。美國製造嘅高端零件，睇翻下2024年中國進口嘅美國清單，機械電子類咧就佔咗23.17%嘅。最關鍵咧就係集成網絡呢啲晶片啦。電腦同手提電腦方面咧，聯想、小米呢啲牌子咧都係用美國產嘅高端 CPU 嘅，可能咧就會輕微加價。但係中低階嘅處理器咧，多數都係海外代工嘅，影響就唔係太大。豪華車咧，好似 Tesla Model X 咁樣啦，福特猛禽呢一類嘅純美國製造嘅車款咧，關稅一加咧就實係跟住加落去噶啦。不過買得呢啲車嘅人咧，本身嘅預算都比較鬆動啦，對於普通市民嘅影響咧，絕對係有限。醫療器材好似美國 CT 掃描器、達芬奇嘅手術機械人呢啲咁精密嘅儀器咧，國內嘅依賴度咧已經超過咗20%啦。呢部分嘅成本咧，可能轉嫁到喺醫療費用度啦。好彩咧，國產嘅替代咧就加速緊。例如咧，聯影嘅醫療咧已經做到高端影像嘅設備啦。大豆呢啲農產品咧，中國每年進口嘅大豆咧有20%係嚟自於美國嘅。大豆油、豆粕嘅價格咧可能會波動。好彩我哋早有準備，巴西大豆進口嘅比例咧已經加到60%啦。所以咧影響都有限。唔好俾美國牌子誤導啊！呢啲咧其實唔會點加價㗎咋。日常用品好似可樂啊、Oreo 啊、飄柔呢啲喺國內咧一早就已經有生產線啦。原材料同埋組裝咧基本上都係本土搞掂，關稅咧基本上係冇影響。一啲數碼產品例如 iPhone 啦、Android 嘅手機核心嘅部分啦，零件咧都係分散全球嘅，組裝咧多數都係亞洲，除非美國針對代工廠嘅精準加稅啦，否則咧價格好難會大變嘅。喺另一方面啊，出口市場咧早就已經多元化啦。2024年對於一帶一路嘅國家咧，出口多咗18%，遠遠超過於美國嘅出口嘅。就算美國加稅，我哋都大把客源啦。反而美國佬自己就頭痕啦。喺2024年，美國嘅進口額咧就達到咗4萬億嘅美金，物仔咧到汽車咧都係靠海外採購嘅。一加咗關稅，預計每個家庭咧每年要使多3800蚊美金，即係差唔多27000蚊人仔。通脹壓力嘅爆煲，特朗普政府成日打關稅牌。究竟係保護緊佢自己本土嘅產業，定係挖個窿俾佢哋自己啲市民踩呢？